好，hello，現場嘅朋友喺度再次歡迎晒你哋翻嚟星島第3屆嘅全港華文雙語精英問答比賽，我哋嚟到總決賽啦。好啦，咁啊，我哋第三組嘅比賽咧，即將喺台上面進行㗎啦。我哋嚟緊係初中組啊。好，呢個時間咧，亦都非常之榮幸邀請到以下嘅專家成為我哋今日嘅問答比賽顧問團隊。佢哋分別係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令仲榮博士，歡迎晒；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語言中心中文部總監陳建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級講師蕭欣豪博士。大家好，我係 Brian 黃志海，今日嘅大會司儀，喺我旁邊係助理司儀 Venus， 歡迎晒現場所有嘅朋友。我哋嚟到初中組嘅賽事啦，介紹下我哋嘅參賽學校。第一組係聖賢中學，隊長係梁建滔，隊員係郭嘉誠同埋陳庭俊，歡迎晒。第二組係聖保羅書院，隊長係李海傑，隊員係林業峰同埋梁子樂。第三組係屯門天主教中學，隊長係胡漢林，隊員係趙海彤同埋李品源，歡迎晒。第四組係沙田蘇浙中學，隊長蘇浙公學，隊長係張俊豪，隊員係黃尚初同埋李聘婷。好啦，呢個時間咧，我講解下今日總決賽嘅流程同埋規則先。比賽總共分為必答題、快問快答同埋搶答題3個環節嘅。3個環節分別有選擇題同埋自由作答題，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書寫題、讀音題同埋圖片題嘅。選擇題會有 A、B、C 俾大家選擇。如果司儀已經讀出 A、B、C 選項，參賽隊伍可以只講出 A、B 或者 C 嘅選項，又或者文字選擇。但係如果我未讀出 A、B、C 選項，參賽隊伍則必須講出完整答案，而唔係 A、B 或者 C 嘅英文字。比賽問題嘅正確答案會以大會答案為準，答案錯讀音亦都當作錯嘅。比賽以廣東話為主，參賽者亦可以因應個別情況底下用普通話作答，不過建議學生以廣東話作補充或者最後答案。參賽者必須服從本比賽嘅章程同埋大會顧問嘅決定，不得異議。比賽進行期間，參賽者不得翻閱任何參考資料，或與台下觀眾有任何形式嘅溝通或者係交流。根據比賽規則，違例者將有機會被取消參賽資格。其他比賽細則同準決賽相同，答案會以大會嘅指定答案為準。如有爭議，請中文顧問團隊作最終決定。比賽開始之前，請大家關掉手提電話。我哋每隊開始之前會各有200分底分。第一節係必答題，每隊會輪流作答，按佢哋嘅出場次序1、2、3、4組選出 A、B、C 或者 D 嘅答案選項、答題選項。每個選項裏邊有10題嘅題目，限時3分半鐘，答對1題加10分，答錯或者棄權不扣分。作答嘅時候，如果隊長同隊員同時有不同答案，則以隊長答案為標準。參賽隊伍可以要求司儀重複問題，但係亦都計算喺限時之內。每隊代表可於必答題中選擇由智囊團代答問題，最多5次機會。智囊團作答嘅時間亦計喺限時時間之內。如果隊長選擇由智囊團作答，請告知司儀由智囊團作答。智囊團只可舉手示意作答，再由隊長自行判斷是否需要由智囊團作答。智囊團及其他同學均不可以作出任何其他手勢，又或者指示，否則大會會取消該題嘅分數，或者有權取消佢哋嘅參賽資格。助理司儀會喺開始嘅時間響鐘一下，限時前15秒響鐘一下提示，完結時響鐘3下提示，此環節結束。而家比賽正式開始，呢個時間我哋邀請第一組選擇 A、B 或者 A、B、C 或者 D 嘅選項。B for boy 嘅。
好，我哋第一隊嘅必答題，現在正式開始。第一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字嘅部首不是玉字部 ？A. 青 B. 貝 C. 玉。由智囊團作答。好，請智囊團。 A A 正確嘅，加10分。第二題，選擇題，成語尾大不掉係咩意思呢？ A. 事情失控無法補救。 B. 下屬勢力龐大難以駕馭。 C. 無法擺脱嘅後果。 C C 係答錯嘅，正確答案係 B。第三條選擇題，邊一個係細字個字字呢？係 A、B 抑或係 C 呢？ C C 係答對嘅，加10分。第四條選擇題，邊一篇詩詞表達咗作者嘅愛國情懷呢？ A. 岳飛之少年時代。 B. 滿江紅。 C. 木蘭辭。由智囊團作答。 Boy 係答對嘅，加10分。第五題選擇題，令壽堂係對邊一個家庭成員嘅尊稱？ A. 母親。 B. 父親。 C. 爺爺。 A 答對嘅，母親加10分。第六題自由作答題，廣東話跌倒喺普通話應該點樣表達呢？摔倒。好，答對嘅，加10分。第七題書寫題，請寫出普通話逢隙嘅拼音。由智囊團作答。好，我哋俾啲紙智囊團先。好，答對嘅，加10分。第八題書寫題，請以錯嘅，好，答錯嘅。好啦，第八題書寫題，請以繁體字正確寫出囂張個囂字。由智囊團作答。由智囊團作答。可以寫大隻少少啊！好，答對嘅，加10分。第9題自由作答題，言語踏破鐵鞋無覓處嘅下一句係乜嘢？由智囊團作答。智囊團得來全不費功夫。係答對嘅，加10分。好，時間夠。時間完結，第一組嘅必答題環節已經結束，所得分數係270分。好啦，呢個時間有請第二組，請你選擇 A、C 或者係 D。 A A 嘅。好，呢個時間我哋嘅必答題環節現在正式開始。第一題選擇題，從字係屬於乜嘢嘅部首？ A. 耳 B. 葉 C. 右。 boy boy 係答錯嘅，正確答案係 C 嘅。第三題選擇題，以下邊個係成語前句後恭嘅近義詞？ A. 相敬如賓 B. 見風轉舵 C. 口是心非。 boy
boy 係答對嘅，加10分。第3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係妨礙嘅妨字 ？A、B 定係 C 呢 A。 ？A 答對，加10分。第4題選擇題，邊一個不是論四端中提及嘅四端 ？A 是非 ，B 憐憫 ，C 修護。boy。 boy 答對嘅，加10分。第5題選擇題，俗語宰相肚裏可撐船，形容一個人有咩特點呢 ？A 飽讀詩書 ，B 肥胖問題 ，C 寬宏大量。C。 C 答對嘅，加10分。第6題自由作答題，普通話別扭嘅意思係乜嘢？鬧交。鬧交，答錯嘅，係不通順不暢順。好，第7題書寫題，請寫出普通話奢侈嘅拼音。答對嘅，加10分。第8題書寫題，請以繁體字正確寫出蒞臨嘅蒞字。由智囊團作答。好，請智囊團寫大隻少少。啱唔啱啊？唔啱嘅，係答錯嘅。我哋睇睇正確答案。好，第9題自由作答題，廣東話俚語黑狗偷食，白狗當災嘅意思係乜嘢？智囊團。即係好多危機啦。好多危機唔啱啦，別人得利，自己卻受到負面影響。第10題自由作答題，成語緣木求魚嘅照字面嘅意思係爬樹揾魚，後來多用嚟比喻乜嘢呢？不切實際。不切實際，好唔啱啦。正確答案係方法錯誤，徒勞無功。好，時間夠啦。10條必答題已經完成，第2組所得分數係250分。好，跟住落嚟有請第3組 C 同埋 D。C 嘅，好，記住係啦，用咪作答啦，咁我哋大家都可以清楚啲。好，我哋都要等我哋嘅智囊團請準備啦。好，我哋必答題現在正式開始。第1題選擇題，以下邊個字嘅部首不是米字部 ？A 粒 B 廖 C 梁。B 答對嘅，加10分。第2題選擇題，以下邊個係成語觸類旁通嘅同義詞 ？A 旁門左道 B 近朱者赤 C 舉一反三。C 答對嘅，加10分。第3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係千錘百煉嘅錘字 ？A、B 定係 C 呢？ B 答對嘅，加10分。第4題選擇題，荀彧伯遠看有人疾蹤，主角探訪朋友嘅時候，正值發生乜嘢事呢 ？A 有殺人犯進來 ，B 有賊人入室搶劫 ，C 有外族入侵。C 答對嘅。好，第5題選擇題，24節氣之一嘅霜降屬於乜嘢季節 ？A 春天 B 秋天 C 冬天。請智囊團作答。智囊團 C 冬天係答錯嘅，係秋天。好，第6題自由作答題，
普通話板着臉喺廣東話如何表達？智囊團。黑面。黑面嘅，答對加10分。第7題書寫題，請寫出普通話衍生嘅拼音。係答對嘅，加10分。第8題書寫題，請以繁體字正確寫出篡改個篡字。係啦，寫大隻少少啊。答對嘅，加10分。第9題自由作答題，言語兵來將擋嘅下一句係乜嘢？水來土掩。水來土掩正確嘅，加10分。第10題自由作答題，成語班門弄斧，照字面嘅意思就係喺魯班門前使用斧頭，實際上係比喻乜嘢呢？在那個領域很有能力的人的面前，就是搬弄你那種很基礎的技巧，就是說白了，就是在有能力面前的人，在那就是亂裝。好，顧問團隊答對嘅，加10分。 10條必答題已經完成，第3組所得嘅分數係好，第3組所得嘅分數290分。係290分，係咪？係。好。好，跟住落嚟，我哋第4組啦，咁剩翻 D 嘅選擇。好，見到智囊團亦都準備好啦。好，呢個時間我哋開始必答題第1題，選擇題。嚴嘅部首係邊個呢 ？A. 神 B. 魯 C. 銘 C 係答錯嘅，正確答案係 B 嘅。第2題選擇題，以下邊個係成語隔靴搔癢嘅同義詞呢 ？A. 徒勞無功 B. 指桑罵槐 C. 隔山打牛。 A 答對加10分。第3條選擇題，以下邊個係正確成語 ？A、B 定係 C 呢 A 答對嘅加10分。選擇題，根據岳飛之少年時代，岳飛因為乜嘢原因十分悲傷呢 ？A 父母去世 B 國家被入侵 C 周同去世。 C 正確嘅加10分。第5題選擇題，九流十家嘅陰陽家屬於乜嘢範疇 ？A 功夫 B 哲學 C 醫學。 B 哲學答對加10分。第9題自由作答題，普通話打盹嘅意思係乜嘢呢？瞌眼瞓。瞌眼瞓正確嘅加10分。第7題書寫題，請寫出普通話乾隆嘅拼音。好，正確嘅加10分。第8題書寫題，請以繁體字正確寫出快女嘅女字。正確嘅加10分。第9題自由作答題，言語物競天擇嘅下一句係乜嘢？適者生存。答對加10分。第10題自由作答題，成語越俎代庖嘅照字面意思係擔任主祭人、
代替廚師下廚，實際上係比喻啲乜嘢呢？唔屬於唔應該負責嗰個職責嘅人，幫咗應該負責該職責嘅人做嘢。啱嘅，答對嘅，加10分。 10條必答題已經完成，第4組所得分數係290分。好，呢個時間呢，我哋轉場嘅時候，我哋調節一下我哋嘅計分牌。跟住落嚟呢，我哋會係下一個環節嘅。我哋下一個環節係快問快答嘅環節。快問快答嘅環節呢，而家講下呢個賽制先。每隊一陣間會輪流喺台前作答嘅。我出場次序啦，第1、2、3、4組會選出 A、B、C、D 嘅選擇嘅題目嘅。每個選項裏邊有10題嘅成語，限時3分鐘。每答對一題加10分，答錯或者棄權不扣分。每隊需要分成2組，一組最多2名嘅隊員負責説明合共10個嘅4字成語，另一組同隊同埋餘下嘅隊員嘅以及智囊團則負責回答答案，必須讀音正確先至可以得分。負責説明嘅隊員可以配合以動作又或者語言提示負責回答隊員，但係唔能夠運用答案中嘅任何字詞，否則視為答錯。如果負責作答嘅隊員同時作出不同答案，但只要我或者中文顧問能夠喺當中聽到正確嘅答案嘅話，我哋會視為正確嘅。隨即可以説明下一個成語。負責説明嘅2名隊員可以要求重複睇成語，但係亦都計喺限時之內。參賽隊伍可以選擇放棄，又或者直接跳去下一題。但係每一隊最多有10個成語可供説明。助理司儀會喺開始之前響鐘一下，限時前15秒響鐘一下提示，完結時響鐘3下。代表環節已經完結。響鐘嘅時候，同學必須停止作答，否則該題亦都唔會計分嘅。好，咁呢個時間呢，我哋由第1隊開始啦。第1隊請你揀 A、B、C 定係 D 啊 A ？A 嘅，好，請到台前準備。係啦，調整下支咪，令到我哋個個都聽到你講嘢。好，準備好，我哋快問快答環節開始。第1條，呢個成語嘅意思就係你俾人激嬲到怒髮衝冠。第一隻字係你個頭入邊裝住嘅係大咩？腦係正確嘅。下一題。呢個成語嘅第3隻字就係我嘅名嘅第3隻字。滔滔不絕。唔係。第3隻字。第1隻字就係咩環啊？一個規律咁樣咩環？惡性咩環？循規蹈矩。係答對嘅。下一條。呢個成語嘅第1隻字就係係第2隻字就係從咩啊？槍林彈雨。係答對嘅。下一條。第二隻字係呢個咩？第4隻字係個部位，呢個咩嚟嘅？面啊。係咩眉咩面？第一字係咩啊？第1隻字就係李煜佢寫個篇嘢嗰陣，佢有啲咩感受啊？咩苦啊？愁眉苦面。係，我講咗個苦字，係唔好意思啦。咁我哋唔計呢題。下一條。最尾嗰隻字係
清晨會有啲咩叫啊？係第三個字就係叢林入面會有啲咩樹咩？係咩木雞？外洋木雞。係正確嘅。下一條。快少少。第一隻字，一個人年紀好大會叫佢咩人啊？老。第三隻字過咗羅湖嗰個係咩鎮啊？老咩深咩？係答對嘅。下一條。第幾條？快！第三隻字係棄權。好，棄權。下一條。棄權。好，棄權。下一條。好，時間夠啦。時間結束，第三組嘅快問快答環節已經結束，所得分數係320分。好啦，呢個時間邀請第二組喺 B、C 同埋 D 裏邊揀啦。Dog 嘅，好，亦都請你到台前準備。好，我哋準備第四組，現在開始。第一條。第一個字係看到，即係看乜？即係睇到書面語，看見。見，跟住第二個係唔同，即係見風使舵。唔係，係奇乜嘢果？第二個字係建議。係。第三個係諗嘢，乜嘢考？詩。最尾個字咧就係你詩嘅個作者司馬咩？千。係，所以連埋一齊。第一隻字你可以直接講出嚟嘅，其實你可以。係答對嘅。好，下一條。第一個係你好中意個老師，你會敬乜佢？佩。除咗敬佩。敬慕。驚個驚啊！畏。係。跟住就係畏首畏。跟住尾。啱。係答對。下一條。第一個字係軍隊嘅士乜？士兵。係。跟住你咧好急忙嗰時會乜嘢章？兵荒。跟住啱。係答對。下一條。眉。呢個係。跟住嗰啲雀會啼叫。咁樣。眉飛色舞。係答對。下一條。跟住嘅最尾嗰兩隻字咧係一個季節嘅吹嚟吹去嘅嘢。風。係最尾嗰隻風。風。第三個係季節係有花嘅，有好多花嘅季節。春風。係跟住乜沐浴衝鋒。面目衝鋒。第二個字係呢個。嘴。面。係乜面春風？滿面春風。係答對。下一條。呢個就係第一個係樹上邊會有春天嗰時成日都要去睇嘅。花。係。第二個就係都係樹嘅一條條嘅。花。花枝招展。啱。答對。下一條。呢個頭兩個字係講呢個。死亡。斬啊斬。斬首。呢個部位。呢個字係呢個部位。呢個頸。係。好好朋友嘅。斬頸啊！乜？斬。第一個字係漢語喺。漢語。喺烏江自殺。自刎。係。問啊問。咁啊，第三個字係的啊，文言文的可以。文言文鏡之家。啱。好，答對。下一條。好，第二個係咁樣，即係超人成日着嘅乜風？披風。係。跟住第二個係香港嘅花，洋紫乜？風經。係。哦。披荊斬棘。好，唔好意思啊，講咗個子字啊。
好，時間結束。第二組所得分數係320分。好，因為時間都夠啦。好，OK。跟住我哋第三組請揀啦。C 係。係佢嗰邊。唔使咪，我聲好大，放心。咪係冇咩必要。佢哋仲未 OK 可能。OK。好，準備好啦，我哋第三組現在正式開始。第一條。第一個字。就是對，吹好。第二個字就是頭髮。吹毛求疵好，對。好，答對。非常的小，小到沒法說出來。細，對，微好，微不足道好。好，答對，下一條。然後就是進展很順利，你打仗直接拿了10連殺，把那個就說人很有氣，對，勢如破竹。好，答對，下一條。然後紅溫啦，就是班主任一進課室，就是句的同義詞第一個字，小的反義詞第一個字，打，對，第二個，大反應好，好啱，下一條。第5個啊，有一家奶茶店叫什麼茶？茶什麼？顏有，對，茶是顏悅色有了，還有一個什麼？第一個什麼？對，和顏悅色好過。好，答對，下一條。有所學校，男什麼，女什麼？對，麻醉好，前面還有2個，出類麻醉好過。答對嘅，下一條。被逼的。不是。自什麼？自相長順，自食其果。對。係答對，然後下一條。在外面找了又是男人又是女人，然後第二個字就是，不行。就是第二個字是春天，剛剛說。對，春天會開什麼？花。然後第4個字是也會長什麼？有花愁。對。花愁是什麼草？什麼花什麼草？花愁。四川有個菜叫冷墩墩，就是冷端。形容一個菜很好吃，叫什麼味？美味。刺蝟。抓老鼠的一個板叫蹲鼠板。對，簪花什麼草？簪花惹草。係答對嘅，下一條。No。對。No 同個。畏首畏尾。不是，這個是什麼？對，頭。第二個是頭，這個是什麼？竹。對，什麼頭什麼竹？頭。青銅。不是。頭竹。什麼味？就是你喝一個東西，然後你要什麼味它？頭味。不是，你吃了一個東西，你說它很好吃，這叫什麼味？美味。不是，是那個過程動詞什麼味？有。腸味。品味。對。頭竹。評頭論足。頭。什麼論？評頭論足。評頭論足，對，說出來了。不。沒事，夠的。操行是有個什麼格？對。什麼格？品格。對。頭。不是你說了品了，對不對？頭品足。第三個字是品。對。好，時間夠啦。評頭品足。時間完結。第三組所得分數係370分。好，呢個時間邀請第4組啦，你剩翻 B 嘅選擇。大聲啲啊！好啦，確保個咪係對得正你，咁大家都可以聽到你講嘢。試咪。好 ，OK， 好清楚。好，準備好啦嘛？好，第4組快問快答，現在正式開始第一題。第一個字是水龍頭，你有2個什麼？你沖涼嗰陣時係咪有2種水啊？有邊2種水啊？熱水和冷水。係啦，咁冷係第一個字，熱係第3個字。跟住
笑人哋，第二個字係你笑人哋，乜嘢諷？係啊。係啱嘅，答對。下一題。這個字說人很就是做事，沒事，這意思就是過來。嗰個孔明借箭，孔明有咩性格特點？唔哦，講咗個明字，唔好意思啊，下一條。光明磊落。 sorry。第一個字是踩什麼飄飄？齊遠。我們學校運動會有很多不同姿態。齊詞。第二個字是什麼門？旗開得勝。係正確嘅，下一條。我哋有一個航空公司叫什麼？對，香港的。對，這是第二個字啊。然後第三個字啊，對。係正確，下一條。你會求神啊？係講咗個神字啊，神情彷彿啊，係下一條。有個什麼重運動員啊？舉重。這第一個字啊，然後不是，這個第四個字有單數，仲有咩數？雙。係。舉世無雙。係答對，下一條。你有冇示範一下？嗰啲英雄有咩風啊？咁樣。披風。第一個字嚟嘅。你有冇示範一下？披星戴月。披星戴月。呢個係咩啊？呢個係呢個。披頭散髮。係答對，下一條。這個詞語意思就是說，你不要去做一些惹人懷疑的事情。瓜田李下。係答對嘅，下一條。有第一個字係咩拉門啊？係第一個字。海浪又叫什麼？一個字。對。哦，答對，下一條。有我哋每日有早嘟、午嘟同晚嘟啊，第四個字係第四個字。好，第一個字啊，第一個字。十位數。不是。第一個係優，形容一個人好犀利係優乜嘢？換一個。唔係，優秀。係。秀史可餐。係答對嘅。10條快問快答題已經完成，第四組所得分數係370分。好，我哋亦都啱啱咧完成咗第二個環節啦。跟住落嚟，我哋去到第三個環節，搶答題嘅環節嘅。呢個搶答題嘅環節，呢個時間等我解釋下呢個環節嘅賽制。搶答環節限時會有9分鐘，一局設有30條問題。答對每題會加20分，答錯或者棄權會扣20分，不設補答。每隊總共有3個錦囊可以用，分別係答案2揀1、問現場觀眾同埋指定隊伍作答。錦囊1答案2揀1，同學可以喺選擇題裏邊使用。我會刪去 A、B 或者 C 中一個錯誤嘅選擇，剩低2個俾你哋揀。錦囊2問現場觀眾，當你使用嘅時候，咁可以叫現場識答嘅朋友舉手，咁揀選一個啦。而且隊長可以自行判斷是否用佢嘅答案為最後嘅答案，又或者自己修正都得嘅。但係咧，唯獨是喺觀眾作答之後5秒內要作最後嘅答案，否則扣20分。用此錦囊嘅時候，時間亦都計算喺9分鐘之內。錦囊3指定隊伍作答，可以指定其他隊伍作答呢個問題。最終加分或者扣分都會計入嗰個指定隊伍之內。我亦都會由頭問過問題同埋俾埋選擇佢哋嘅。每隊每個錦囊只能夠使用1次，而且必須喺成功搶答之後先至能夠使用。請於作答前話俾我聽用邊個錦囊，如果唔係無法使用錦囊。大會亦唔會限制每隊都要用晒所有錦囊嘅。每位參賽隊伍喺台上面都有一個搶答器，最快撳燈嘅嗰一隊，台上邊會有紅燈亮起，代表搶答成功。但係必須等待助理司儀講出你哋嘅隊名，即係第一隊先至可以作答。請注意，如果我哋未講出你嘅隊名就作答嘅話，或會影響我哋嘅進程嘅，所以請大家務必遵守。如果搶答隊伍喺未撳燈成功嘅時候就作答，該作答會視為無效。
司儀會倒數3、2、1，請各隊重新撳燈搶答。如果我講出隊名之後，嗰一隊喺5秒之內仍然未能夠作答，會扣20分，不作補答。如果我係發問之後5秒內冇人撳燈，會即時作廢，我會講出答案。如果參賽隊伍喺我未完成問題嘅時候就撳燈，我會停止發問，並且唔會重複問題。撳燈嘅隊伍就必須作答，5秒內答唔到會扣20分。如果係選擇題嘅，而我未讀出 A、B、C 嘅選項嘅，隊伍必須講出完整文字答案，而唔係 A、B 或者 C 嘅英文字。請參賽隊伍喺選擇題時候務必聽清楚先至好作答。如果答案選擇題嘅時候答案 A、B、C 同文字不符，我哋會以文字答案為準確。如果作答嘅隊伍同時有不同嘅答案出現，請隊長喺5秒內作最後答案，否則扣20分。搶答題環節開始嘅時候會響鐘一下，限時前15秒會響鐘一下，完結時會響鐘3下。試呢個環節已經結束，比賽去到最後，我哋會按分數排名選出冠軍1名、亞軍1名同埋季軍2名。如果遇到同分嘅情況出現，我哋會以附加搶答題分出名次。比賽問題嘅正確答案以大會提供嘅答案同埋中文顧問團隊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好，呢個時間請各隊試下你嘅響鐘先。麻煩第一組試一試搶答器。好，第一組先。麻煩第一組試一試，係第二組。好，第三組。第三組麻煩。奇怪。冇燈嘅，哇！好，冷靜啲啊！我哋第一個試下，第一個同學試下，第一個。好 ，OK。第二個。又有啦。好，第三個。OK， 嗱，撳得太快係唔會有嘅，所以小心啲啊。OK。第三組重新試多次好嘛？第一位同學。好，第二位。唔係，做咗第一組。試多次第二位同學好嘛？好，第三組。好，我哋揾工作人員去調整下先啊。稍等一陣。好，麻煩第三組再試一次。第一位同學，第二位，第一組做咗。好，我哋再睇下。我掹咗。好，我哋第三組由頭開始試第一位。好，第二位、第三位。第一組再試多次得唔得？第一組。OK， 第四組同學麻煩試一試搶答器。第二位。OK， 第二組可唔可以試多次啊？第二組同學。係。OK， 冇問題，唔該。好，我哋個響鐘已經測試成功。好啦，大家請準備咯喎，呢個時間咧，我哋開始我哋嘅搶答題。大家準備好未？好，呢個時間搶答題現在正式開始。第一題，選擇題，現字嘅部首係乜嘢 ？A. 衫 B. 汗 C. 文。由於未有隊伍作答，此題作廢。正確答案係 A 嘅。好，第二條選擇題，以下邊個詞語有錯別字 ？A. 惋惜 B. 燦爛 C. 摧毀。第一組 C 係答對嘅，加20分。第三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不是
你嘅廣東話同音字係 A、B 定係 C 呢？第二組 B 嘅正確，加20分。第四條選擇題，以下邊一個係李白嘅晚號 ？A. 香山居士 B. 六一居士 C. 青年居。第四組 C 答對嘅，加20分。第五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不是36計嘅計謀 ？A. 空城計 B. 瞞天過海 C. 借屍。第四組 A 係答錯嘅，正確答案係 C. 借屍還魂。第六題選擇題，廣東話撈教係乜嘢意思呢 ？A. 第一組好麻煩。答錯嘅，正確答案係 A. 亂七八糟。第七條選擇題，《論語》同埋《禮記》屬於乜嘢經典書籍系列 ？A. 世說新語 B. 四書五經。第三組 B 四書五經。答對嘅，加20分。第八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字嘅部首唔係疏字部呢？ A. 兒 B. 疏 C. 楚。第三組用錦囊衫，嗱俾佢哋啦。我俾請你講俾邊隊？俾第四組。第四組好，請第四組作答。boy 係答錯嘅，正確答案係 C 楚。第九題選擇題，為空格填正確成語。他在面試時言之有理，看來是乜嘢呢 ？A. 口若懸河 B. 有備而來。第四組 B 有備而來。答對嘅，加20分。第10題選擇題，以下哪個不是敬業與樂業提倡嘅思想 ？A. 工作要由淺入深才可做好 B. 工作要專心致志。第一組 A 答對，加20分。第11題選擇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四組孟子。答對嘅，加20分。第12題選擇題，請為以下句子選出適當詞語。他在辯論比賽中闡述自己的觀點時，總是乜嘢？連對手也被他說服得心服口服。A. 喋喋不休 B. 頭頭是道。第三組 B 頭頭是道。答對，加20分。第13題選擇題，以下邊一個詞語嘅寫法係正確嘅呢？ A、B 定係 C 呢？第四組 B 答對，加20分。第14題選擇題，邊一位古人相傳曾經上？第三組神農氏。好，神農氏答對嘅，加20分。第15題圖片題，圖中嘅物品係乜嘢啊？第三組地動儀。地動儀正確嘅，加20分。第16題讀音題，請讀出以下詞。第二組剛愎自用正確嘅。沒說第幾組？好。第17題自由作答題，廣東話中係啊，第二組。好，廣東話中濕滯嘅意思係乜嘢呢？第三組問現場觀眾，錦囊。係記住請嗌咗你個隊名先講啊！問現場觀眾係咪？嗯。好，邊位識嘅請舉手。第四行嘅嗰位女士係咪？係。麻煩答對嘅，加20分。第18題書寫題，請以繁體字正確寫出近在咫尺個咫字。第四組
答對嘅加20分。第19題自由作答題，古語道世有伯樂，然後有乜嘢呢？第4組。千里馬。千里馬答對嘅加20分。第20題自由作答題，成語穿鑿附會嘅意思係乜嘢呢？第2組。問現場觀眾。好，請識嘅現場觀眾舉手。第4係。好，舉手嗰個係啦。自己作啲資料，然後希望啱嗰個答案咁樣。好，請我哋嘅顧問團隊都啱嘅，正確係將不合理嘅事加強解釋。好，第21題自由作答題，楊修之死中，修之其事。第3組。直接答對嘅加20分。第22題自由作答題，豬八戒照鏡子嘅揭。第4組。裏外不是人。裏外不是人正確嘅。好，第23題書寫題，請以繁體字正確寫出無稽之談個稽字。第4組。好，正確嘅加20分。第24題讀音題，請讀出以下詞語嘅正確廣東話讀音。第4組。用錦囊。係邊個錦囊？第3組。好，請第3組作答。調一。答錯，係調研。好，扣20分。第25題自由作答題，香港賣座電影《破地獄》係邊一個中？第4組。道教。道教答對嘅加20分。第26題自由作答題，瑞本身係指純正嘅冇雜質嘅米，後來引申係乜嘢意思？第3組。純粹。係純粹係答對嘅，加20分。第27題選擇題，成語請君入甕，字面嘅意思係請人入甕。第3組。就是給人下個套，然後給那個人忽悠進去，給他搞死。陷阱，對，陷阱就是請君入甕，用對面針對你的方式把他引進，然後再把他弄掉，這樣子。好，答對嘅，加20分。第28題，言語天有不測之風雲，下一句係乜嘢？第2組。人有霎時間福禍。好，錯嘅，爭少少。人有旦夕禍福。時間夠。哇！同分。好啦，咁我哋而家睇睇分數先啊。第一組320分，第二組360分，第3組510分，第4組510分。好啦，我哋有2組係同分嘅。一陣間我會問我哋嘅後備問題。請第3同第4組搶答，淨係你哋2組嘅啫。好，準備好啦。好，而家開始。下一條自由作答題。陋室銘，山不在高。第3組。水不在深，有仙。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有龍則靈。請俾我最後一個答案係乜嘢？成個。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答對嘅20分。是陋室。好，
再次補一下分數，第一組320分，第二組360分，第三組530分，第四組510分嘅。好，我哋而家有請我哋嘅計分團隊核實分數，請大家等等。由於分數太接近，我哋核實。請大家稍等一下。接住落嚟，我哋亦都會休息15分鐘嘅。15分鐘之後，我哋台上邊會大變身成為我哋嘅頒獎典禮現場。每一組參加過比賽嘅都會上台攞獎。OK 啦。好，我再重申一次，第一組340分，第二組360分，第三組530分。第四組510分嘅。好，再次多謝晒咁多位同學仔，咁啊可以到台下休息一陣。現場嘅朋友，我哋有15分鐘休息時間，轉頭翻嚟我哋會進行頒獎，一陣見。